喺北京中央電視台新址嘅附屬文化中心大火，最少造成一個消防員殉職嘅。咁消防局就話係業主單位唔聽勸阻，喺大樓空地違規燃放煙花，造成火警，而且燃放嘅係禁放嘅禮花彈。警方帶走涉案嘅人調查。中央電視台為事件道歉。先由駐北京記者譚彩雲講下大火焚燒嘅情況。起火嘅大樓被大火重重包圍，火光熊熊，火勢猛烈，大量嘅濃煙升上半空。星期一夜晚大約9點，北京中央電視台新大樓隔離興建中嘅樓宇突然間起火。由於起火嘅樓層太高，增加救火嘅難度。54架消防車、16個中隊消防員參與救援。北京消防局發言人話，中央電視台請咗湖南一間煙花公司，擅自喺起火嘅大樓西南角空地燃放幾百枚嘅禮花彈。大火係業主唔聽民警嘅勸阻，執意違規燃放煙花造成。根據規定，燃放呢啲禮花彈需要市政府批准。好像就聽到一聲那個通的一聲，完了，看到那個有點那個火亮，完了，別的就不太清楚。我離太遠了，就是看見窗戶掉下來了。火勢不斷從大廈跌落嚟，但係仍然有大批民眾圍咗喺工地出邊圍觀。公安派員到場維持秩序並疏散在場嘅民眾。燃燒咗6個鐘頭之後，大火被撲滅。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譚楚雲報道。